除咗有大量嘅住宅之外，將軍澳今年仲多咗2間酒店，提供超過650間酒店房同大型嘅宴會廳。酒店營運商話，除咗區內客之外，酒店嘅目標係希望吸納東九龍一班高消費嘅商務客。黃正明報導。將軍澳多年嚟都屬於住宅區，不過今年就首度開設2間嘅酒店，皇冠假日就係其中一間。雖然四圍都係住宅，同一間5星級嘅酒店感覺有啲格格不入，不過酒店營運商相信附近嘅街坊有一定嘅消費潛力。將軍澳嘅區裏邊咧有成差唔多過40萬嘅人口，好多一啲高尚住宅區咧已經陸續啱開始入伙嘅。咁最近一個就會係天晉啦，會大概有1000戶咧，喺年底就會入伙好快㗎啦，12月底。咁裏邊都係高消費嘅客戶咯。咁所以佢高消費客戶佢要啲乜嘢呢？就希望有一啲5星級嘅服務啦，5星級嘅餐飲啦。咁正式同我哋間酒店就好配合啦。酒店內有唔同類型嘅餐廳，平日亦都有唔少嘅食客。頂層嘅呢一間仲設有露天酒吧，可以望到將軍澳區內嘅景色。酒店內亦都設有水療服務，相信對區內嘅客有一定嘅吸引力。另一班嘅目標顧客群就係東九龍嘅商務客。其實好多一啲中環嘅公司啦，因為抵擋唔住一啲商業中心嗰啲租金啦，太昂貴啦。其實我自己睇到好多一啲跨國企業咧，都已經搬咗嚟九龍東區㗎啦，包括觀塘啦、九龍灣啦，再加上如果係喺我哋嘅地點優勢喺將軍澳裏邊咧，我哋間酒店就直接連住將軍澳嘅地鐵站。其實我哋會做到好多商務客咯。呢一個佔地過萬尺，最多可以容納1萬人嘅宴會廳，就希望可以吸引到喺東九龍嘅公司過嚟開會或者舉辦活動。酒店合共有359間嘅酒店房，一般嘅客房每晚嘅房租介乎1300蚊至1900蚊，最貴嘅行政豪華套房每晚就要大概1萬蚊。連同九龍東自選假日酒店，將軍澳合共可以提供650個嘅酒店房間。亞寬頻電視記者黃志明報道。